2026年加拿大 SUV 嘅初創簽證咧就已經正式玩完啦 ，Stream Maybe 咧亦都大限將至，但係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喎，因為有一個移民項目今年嘅移民指標咧暴升咗66%喎，仲要喎佢個 PR 申請時間咧只係等7個月就得啦。點解呢個項目將會成為加拿大未來最受歡迎嘅移民項目之一咧？今集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個中原因。睇片之前記住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 撳埋個鐘仔，一有最新移民資訊你就會知道㗎啦。大家好，我係 Annex 浩昌移民嘅創辦人 Angelo 羅立光，一個已經有30幾年移民經驗嘅移民顧問。喺過去一年咧，大家都會注意到加拿大移民部依家嘅移民政策咧，係嚴重傾向於省提名計劃嘅。因為咧，根據過去嘅數據顯示咧，省提名計劃咧真係可以帶動到每個省嘅經濟㗎。其實每個省嘅省政府咧都好希望吸引多啲人去佢哋嗰個省度做生意嘅。因為咧，通過做生意咧，會帶動到當地嘅經濟啦，創造好多嘅就業機會啦，或者同埋增加稅收嘅。所以咧，如果你去嗰個省度做生意啦，或者收購一啲現成嘅企業嘅話咧，就可以通過省提名計劃，咁啊省政府咧就會出一個 nomination letter 支持你成為加拿大嘅永久居民啦。申請省提名商業移民咧，有3樣嘢大家一定要注意嘅。第一就係每個省嘅門檻都唔同，我哋究竟揀邊個省好咧？第二，通過省提名計劃做生意有咩好處咧？第三，點解通過購買繼承生意即係 succession business 會增加到成功機會咧？首先，你千祈唔好考慮 BC 省或者係安大略省，因為佢哋只會考慮超大型嘅投資，細生意佢哋根本唔稀罕。沙省咧都已停止咗佢哋嘅商業移民計劃啦，而愛德華王子島咧一直都冇抽新嘅 application， 所以現時最好申請嘅係 Alberta 同埋 Nova Scotia 呢2個省嘅商業移民項目。Alberta 省咧目前嚟講咧，佢嘅省提名商業移民計劃咧係申請門檻係最低嘅。如果你喺申請偏遠地區嘅商業移民項目咧，個人資產嘅要求咧，只需要係30萬加幣嘅啫。如果你申請 Foreign Graduate Entrepreneur Stream 嘅話咧，就更加冇資產要求添。而 Nova Scotia 嘅要求就係咁嘅，如果你投資喺 Halifax， 個人資產嘅要求咧就係60萬加幣，而投資額咧就係15萬加幣。如果你投資喺 Halifax 以外嘅地區咧，個人資產嘅要求咧就係40萬加幣，然後咧你最低嘅投資額咧就係10萬蚊加幣啦。但係咧，大家有一點要注意喎 ，Nova Scotia 咧係冇年齡申請上限嘅噃，同埋咧佢嘅英語要求咧只係 CLB 5嘅啫，其實都幾吸引㗎。除咗呢啲基本申請條件之外咧，申請人仲要去考察啦、提交商業計劃書啦，同埋喺 EOI 入邊咧攞到所需要求嘅分數就可以提交申請㗎啦。申請批准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攞住張 work permit 去 Alberta 或者 Nova Scotia 省做生意，做咗生意6個月至1年之後咧，就可以申請省提名啦。申請省提名計劃有一個好重要嘅好處，就係當你一攞到省提名之後咧，你就可以好快咁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啦。根據現時加拿大移民部嘅網站公佈啦，如果你可以通過快速通道申請永居嘅話，評審時間只係要7個月啫。就算冇得通過快速通道，正常嘅評審時間咧都只不過係14個月啫。另一個重點咧就係好多省份嘅語言要求咧，只不過係 CLB 4或者5，亦都即係話喺雅思4到5分左右。英語基礎普通嘅申請人咧都可以輕鬆達標㗎。更加關鍵係咧，如果你自己喺加拿大做生意，就唔需要怕因為僱主執笠冇咗份工而冇咗個工作簽證，一切都掌握喺自己手上面。配偶亦都可以攞住張開放式工作簽證喺加拿大打工添。第3點係最重要嘅，因為如果你想成功申請 PNP 咧，你就要考慮 succession business 啦。因為咧，你直接收購同埋繼承現有企業嘅話咧，會提升你嘅成功機會㗎。
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加拿大人口老化，好多生意嘅老闆咧都臨近退休啦。如果佢哋退休咗之後唔做生意，咁咪好多人失業咯。所以 Alberta 同埋 Nova Scotia 呢兩個省咧，佢哋特別鼓勵申請人咧係做 succession business 嘅。佢另外一個好處咧就係又慳錢又安全。舉個例子，如果一間已經開咗10年嘅物流公司，咁佢已經經營咗有一定嘅規模啦，或者已經上晒軌道啦，亦都會有穩定嘅客源同埋現金流。如果你直接買咗呢間公司，你就唔需要由零開始啦，就由買嗰日開始就已經有生意，唔使去揾客啦。Succession business 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有人教你做生意啦。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買咗間物流公司，個舊老闆都會留喺度幫你經營1年，先至正式會退落嚟㗎。咁你就有足夠嘅時間學點樣運作成個生意啦。佢亦都會教你好多竅門，增加咗你做生意嘅成功機會。有乜嘢唔明，梗係問佢啦。喺申請方面嘅好處有啲咩呢？因為呢間物流公司已經開咗10年啦，有晒營業記錄，有晒過去嘅財務記錄，有歷史稅單，有老員工，省政府一睇，哇！呢個生意又老實又可靠，睇都睇得快啲，審都審得快啲，批嘅機會都高好多啊！一盤營運緊嘅生意咧，佢個商業計劃書係比較容易寫嘅，因為咧佢已經有一定嘅基礎啦，有一定嘅經濟數據，所以移民官睇完咧都相對嚟講比較容易接受呢個商業計劃書嘅。所以綜合以上咁多嘅好處啊，Succession Business 真係值得大家去考慮下嘅。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有關 Alberta 同埋 Nova Scotia 省提名商業移民計劃嘅資料咧，喺留言嗰度話俾我聽，之後我就會拍多集㗎啦。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內容，請大家記住 CLS 有咩意見或者問題嘅話，可以喺留言嗰度話俾我聽。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